参加母亲节活动，现已经在深院山庄育儿圣堂集合。真是。来讲吼，为着要表现咱大家一款的气质，所以讲咱就车了后，请到茶杯等，咱做伙排队排好，甲整队整好了后，咱较开队安尼做伙行入来，安尼较袂乱，嘛较袂惊无去，安尼到大家拢听到啦。哇，好，谢谢。9+8的9+9。
乐团的演出。我们欢迎八一崇德的贤贤上台来为我们开始表演，谢谢。与会的各位长官贵宾，一贯道各主县前人辈以及海内外贤贤大德